继续来看中国，昨时来发动着包围台湾的军事演习，演习13点钟来结束。国军公布着最新的资料，阿强拢总发动153架的军机，甲26架的军舰扰乱台湾，创历史新高。国防部嘛来公布着监控的影片，是咱的 F-16的战机以狙击手夹枪上准着阿强歼15个战机。中共歼15战机，和国军 F-16用狙击手夹枪顶条条。国防部伫中共联合来检指控制苏比的演习了后，先公布上新的画面，展现国军面对空中威胁时阵严密的监控能力。国防部也公布强机强舰演习的绕台路线，拢总有153架吹强机将台湾团团包围。中共的海警甚至伫美埔将巡航的路线连成一粒大粒的爱心，搁写海派甜心，巡航拢是爱你的行踪。这明显就是在甲咱讲，会有多少人呢？在中国军演的时候，配合假消息，配合认知作战，然后来弱化台湾对于中国整体的警戒跟防备。海委会主委关碧玲替土瓦路的总理庆祝生日，伫网络顶骂洪讲是对军演无要无紧。关碧玲随po文章回回，都连国民党的立委拢到三港讲话。我们海军弟兄也是有绷紧神经，我想管主委也是有，也是应该会相对认真的在做这一次土瓦鲁光庆生，这个其实也没有冲突。如果那个是外交必要的礼仪，那呢？总统赖清德因应军演召开国安会议，说好国安会前副秘书长游永平，这个是翕相交差。总统召开了国安高层会议。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应对措施。如果没有召开这种会议，我想大家的评论、批评会是另外一种。那么，竟然有人会用摆拍的方式。各位如果看看我在照片里面那张照片，我完全不知道有人在拍照片。中共宽大军演，全台湾港心社会对话，针对假消息，更加不应该看到乌影就回清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